而今日我哋都會由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梁定國神父為我哋祝聖呢個雷主教嘅聖像。咁喺祝聖之前，我先同大家簡介一下聖雷明道主教嘅生平。雷明道主教係1873年6月5號喺意大利嘅巴維亞市橄欖鎮出生。佢細個嘅時候就讀於慈母會慈幼會嘅母院，喺巴斯科神父嘅門下生活。由於佢曾經目睹教士受挾派嘅情況，於是佢決心成為慈幼會嘅會士，要遠赴海外傳教。1895年，佢22歲嘅時候被祝聖為神父。喺1906年，雷主教帶領首批慈幼會嘅會士前往中國。當時澳門嘅主教邀請慈幼會設辦一所孤兒院，於是就喺澳門，佢哋就喺澳門開辦一所孤兒院。名為無原罪孤兒院。孤兒院慢慢發展，逐步增設咗訓練縫紉、造鞋、排字、釘裝等技能嘅設施，希望孩子們長大之後能夠有一技之長。同時，孤兒院亦都成立咗一支銀樂隊，經常到處表演，令到更多嘅人認識到孤兒院嘅狀況，亦都令到澳門嘅社群對慈幼會士嘅工作更加接納同埋讚許。喺1909年，雷主教出任澳門無原罪公藝學校嘅校長。我哋相信雷主教喺澳門呢段期間，應該可能都會嚟過我哋嘅聖保利座堂。喺1920年，雷主教出任粵北韶州首任嘅主教，以堅毅同埋慈父嘅精神牧養信友，設立傳教站、孤兒院、學校等等。喺1930年2月25號，雷主教連同蓮院總堂高維禮神父，帶同韶關禮群中學嘅一批畢業生，前往煙德縣連江口。喺當地，佢哋遇到土匪，為咗維護3位同行嘅少女，雷主教同埋高神父慘遭土匪槍殺。喺1976年11月13號，教宗保祿6世頒布承認雷主教為一位殉道者。1983年5月15號，教宗若望保祿2世將雷主教列入真福品，記者稱佢哋為福音牧者嘅模範，為自己羊群捨掉生命。喺2000年10月1號，教宗若望保祿2世將雷主教冊封為聖人。而家我會播一首歌《明道中華》俾大家聽。呢首歌係歌頌聖雷明道主教，請大家留意歌詞。
力心，不敢退，求盡每分，離愛近人。世紀之光，仿似我踏上坦途康莊，中華現存。堅守心志，輔助幸福，輔助無依，刻苦過沒有意思，解苦困，憑熱誠心，全號燃起。出照他指引，同來下花，盡責任熱熾的心，不減退，培育我情，綿延內心，能盡本分，離不前。昔日雷主教接辦嘅孤兒院同埋無原罪工藝學院呢，即係今日大家見到我哋對面嘅慈幼中學啦。而家我哋開始祝聖嘅儀式。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即將為呢一尊新造嘅殉道主教裏面道主教嘅聖像舉行祝福禮，供教友能夠公開舉行呢一個嘅敬禮，亦都係我哋讚美天主嘅日子。我哋首先要適當咁準備心靈，以便了解呢一個祝福禮嘅意義。前母教會要信有敬禮聖人嘅聖像，主要嘅目的就係要我哋因為瞻仰呢一啲曾經忠實追隨基督嘅人嘅肖像，而蘊尋將來嘅永恆之城。同時，藉以教導我哋經由佢哋所走嘅道路，亦都能夠穩妥咁達到目的地，同基督完美咁結合。聖人係耶穌基督嘅朋友，亦都同佢係同繼承人，係我哋傑出嘅兄弟姊妹同埋恩人。佢哋愛護我哋，關心咁為我哋代禱，以奇妙嘅方式同我哋相遇。上主，我哋眾人你，因為只有你是聖的，你為憐憫我們，派遣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成為一切聖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他為新興的教會派遣了施惠的聖神，聖神的聲音教導我們成聖的奧秘。他是清風，帶給人力量與溫柔；他是烈火，以愛德的灼熱信者的心靈；他是天主聖寵的種子，在人心田結出豐富的果實。上主，因此我們今天頌揚你，因為你將同一聖神的恩惠賜給了聖雷明道。我們為敬禮他，創造了這個肖像，求賜我哋努力追隨基督嘅芳蹤，亦都效法聖雷明道嘅善表，而能分享成全嘅境界，達到基督成熟嘅身量。求賜我哋以言以行傳揚福音，不惜為此流血捨命，要使我哋每日背住主嘅十字架侍奉你，並為兄弟姊妹服務。求賜我們盡力完成在世上應盡的職務，以基督的聖神滲透世界，並常舉目仰望天上的聖所。聖父，你將在那裏迎接我們，使
使我們與基督一起為王，他和你及聖神永生。願主與你們同在，天主係聖人們嘅光榮同埋喜悅，亦都使聖人支持你哋，佢保佑你哋。願天主時時降福你哋。願你哋因聖人嘅轉求，免遭兇惡，效法佢哋聖德嘅榜樣，時時努力侍奉天主，並為兄弟姊妹們服務。願你哋有一日能夠同諸聖共享天鄉嘅福樂，喺嗰度聖教會嘅子女同天主神聖永遠聚喺一齊，安享永恆嘅喜樂同埋平安。而家教友可以喺聖堂兩邊嘅側門進入聖堂參與彌撒，留翻中間嘅通道俾主禮同埋調祭團列隊進堂。多謝大家。係為莫文燕嘅求恩義